如果植髮真係一定濃密，點解仲有咁多人揀 MPM 紋髮？你以為植髮真係一做就濃密，一次搞掂？其實唔係你想象中咁簡單。依家我同你總結5個最現實嘅原因。原因一，植髮唔係你想要幾多就有幾多，植髮唔係無限供應，佢其實只係將你後尾枕有限健康嘅毛囊連根拔起咁搬到去前面。大部分人一世頂盡只可以植到2到3次。如果你本身脫髮嘅位置好大，咁對唔住啦，你心目中想要嘅濃密根本就做唔到。原因二，植完髮唔代表視覺上一定濃密。好多人以為植完髮之後就會爆髮，但現實係生得出嚟唔等於睇得濃密，密度唔夠，頭皮一樣會透，所以先至會有咁多人植完髮之後，最後都要靠 MPM 紋髮去補救。原因三，時間、恢復期同不確定性。植髮唔係即時見效，植完之後要等甩再等生，成個過程隨時要1年以上先至知道結果。而結果係點？有良心嘅醫生都只係咁講一句：增加機會，保證。原因四，越平嘅植髮風險就越高。而家好多人都會被一樣嘢吸引，1萬幾千就可以做到植髮。某地嘅植髮價錢就平到恐怖，工具平，人手平，時間被壓縮。1日就可以做到幾多個頭？問題係幫你做嘅係真嘅資深醫生，定係真見習嘅醫生，甚至只係原因五。點解植髮後最後仲係要靠 MPM 紋髮去補救？好多係人揾到我嘅時候都會講同一句說話：早知唔夠濃密，我就唔會嘥錢嘥時間去做植髮。因為佢哋最後發現植髮做唔到濃密嘅效果，同樣係要靠紋髮去修飾。所以問題唔係植髮好唔好，而係你係咪一開始就揀錯？唔好再神化植髮，佢唔係魔法，更加唔係人人都可以做到你想象中嘅濃密。真正專業要快要真要自然，MPM 紋髮一次見效，簡單快捷。